定又会增加，咱袂用你无考虑的。唉，偏偏伫这个最重要的关头，又搁节外生枝。天兄，这个代志是怎会发生的呢？眼兄，迄个总管的中阿婿。 现在百姓这个这么大的祸，是要怎样来收拾才好咧？公孙先生，咋？你有啥物高见？代志，望总管备答，望非一定会替赵明奉上。原来咧，皇上逼你来查究此案。对，望言一定会去点招。 伊迄双脚是假变呀！那你真呀？你敢是变成欺君之罪？丁义师，你千万唔通承认讲你有去天罗，同时也制造机会，使皇上对你双脚加深印象，如此才会当解脱到你欺君之罪啊！对，望言无罪，所见天罗，要来暗害金妻，才有白玉堂甲伊殴打，望言被拍的代志。那安尼，这是自取其辱，咱会用你将所有的罪过，甲推予白玉堂。印师啊，那你白玉堂是不是会加罪啊？放心，袂，什么人叫王总管？伊家己要走去天罗，自取其辱。 印师，那你现在最重要的关头，就是殿兄伊假病的代志，敢是爱想看什么办法，互皇上对伊增加深的印象？原来呢，我就来找义言公主，请伊设法帮忙。公主，皇上回宫是毋是？ 会无经过此顿？你啦，伊若是去太祖庙要转来时阵，一定会经过遮。那呢，公主，你着用去趁这个机会，将过去所学的剑法，搁再练一遍。假使若毋对，也好请殿后话甲你纠正啊。咱这兴王若是转来时阵，殿后位，你着表示讲你的骹骨非常的严重，暂时坐等咧遮，向我指正就会用的。是。 就请公主练剑。心妹叩见皇兄万岁，义妹平身，谢兴王，微臣叩见万岁。殿后话，你的伤脚有较好无？感谢皇上关怀，微臣恐惊这双脚今后会变成残废。平身，感谢皇上。义妹，殿后话行动不便。 你实在是无应该叫伊入宫来指导你练剑，你也是紧叫婉儿，扶伊出宫，互伊好好转去养病才是。心妹遵旨。对是，起驾。
代志会搁再发生问题。虽然我帮忙你骗过阮兄王，也毋过房总管甲房辉绝对袂遐尔啊轻易就罢手。如果伊若是搁填阮兄王，叫人查出你的假病，到时阵你若落出马脚要怎样呢？然后安尼来，代志毋是愈变成愈严重咯。不但安尼，到时阵你就犯了欺君之罪。皇上，典招诈骗欺君之事乃是事实。皇上，你为虾米唔相信撤回之言呢？爱妃，你就莫搁多事咯。陈福明亲目睭看到伊典后话，破病指导公主练剑，这边乃是假的咧。皇上，典招知影，从路边拍了个遍体鳞伤，这是真实的啊！启禀皇上，孟总管诬告亚圣天罗，行动可疑，此事请皇上必须就爱查查。房总管，罗比在，你深夜去天楼创啥物咧？这彭公公，是毋是要去斩白玉堂？你胡说！白玉堂是一个罪犯，查家若真正要甲伊抬，现在还阁有一个白玉堂活伫世间啊！白玉堂非常人可悲，你无罪要杀，这说白玉堂不好。将你拍伫龙杯里头，这是你自吹自擂，要管什么人？你满口胡说！若毋是点招来阻碍，白玉堂早就互查家甲伊杀死咯。我后面哪会搁再互伊白玉堂甲我拍甲规身躯？房总管，罗比仔，罗比仔。你方才毋是讲被点招所打，现在你搁讲被白玉堂拍得遍体鳞伤，你真是前言不对后语。罗比是紧张，一时讲唔对，皇上。好啊，莫搁再讲。宝庆，现在如今事已分明，你应该回府了。下马方莹这个老贼比打搁再比骂，实在使人真欢喜。是啊是啊，拢是公孙先生你的良策。搁再讲，嘛是义安公主伊甲咱帮忙，咱毋才会当拖过这个难关。请指教。奇怪，皇上毋知是有过什么代志。包大人呢？大人伫咧中途，我来去看卖，皇上有啥物旨意？婷婷，你是毋是搁再这外生气？大上敢袂？如果若是有这外生气，问题就严重了。係咯，当然，皇子带一位太医来诊断丁医师你伤骹。婷婷，你紧坐落。来，姐姐，你忙稍微吼。太医，来，赶紧甲伊诊断。如果伊若是无病，是绝对明里绕过一个诈骗欺君的人。是。
太医，你看伊的脚有病啊无病啊？兵总管，敢若无病？无病。虽然皇上削服白玉堂，互伊带罪立功，保护颜春敏出巡，也毋过顶朝犯着欺君之罪，已经被关入天牢。房总管，你还阁伫咧烦恼什么代志？你所知影，天朝若是无低调，上惊的。是咧烦恼包拯会设法救天朝是？你想看觅，这个包花拖头，文有公孙策，武有展昭，现在白玉堂伊有救过宜安公主，受到太后甲伊影响。我看白玉堂若是搁再去互包花拖头流入去开封府，咱两个侄孙啊，是永远都要受到迄包拯来甲咱夹制。这点伫你也曾经考虑过，最好也是派人将展昭甲伊暗杀。无用咧，无用咧！你敢袂记个白玉堂迄件代志是？然后呢，伊则符你的意思。我看伊也是着互圣上降圣旨来甲伊治疗。恐惊的无遐尔容易。哦，电兄为着我家病，犯着欺君大罪，我哪袂去替担罪呢？法律并非如此，人犯焉能由他人来代替？连我电兄所犯的罪是由我而起啊！话毋是安尼讲，就算你是为了义气，甘愿安尼做，也毋过本官也未当为你做主。但是我着做主。安尼，我毋着目睭金金看电兄做我的替死鬼哦！禀大人，宜安公主来吼。快快迎下。是。公主大驾光临，不得有魂之教。看到，听伊讲典护伊犯着欺君之罪，是毋是伊的假皮皮发现的？典护卫为了救拔众士，连伊家己也陷入法网。公主，我想讲要替电兄承担伊所犯的罪过。公主，你看安怎？这当然是袂用的啊！啊？公主，你也认为袂用的？公主，既然安尼，是毋是会当互我来去天家看电兄者？当然是会用的。白总司，你是又伫咧动什么主意啊？是？你是毋是？哎呀，白总司，你千万唔通搁再意气用事咯！大兄，袂啦，你放心。哎呀，要叫老怎样会当放心呢？哦，舅，既然你袂放心，大无本宫就陪伊来去。唉，多谢公主。去甲。包大人啊，嘿，这只了鼠仔囝，毋知搁咧变啥梦，恐惊会搁再闹出代志来哦。等佢打探了，到底究竟如何？
王总管时常出入桃花江，我看一定是甲杨柳牛伫计划要陷害点招之事。看因非常的得意，我甲伊想起来，因用的计策已经成功啊！长枪一响，暗时间内，咱应该爱小心来应付。圣旨到。圣旨下，武则万岁，万万岁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丁玉议决点招一案，报卿接旨之后，即刻进宫钦斩。娘子。爹娘，高帝，感觉凄凉啊！杨憔悴，美莲的手针啊，袂照开。爹娘仁义啊，真可贵，相思牛刀，阮的对啊水。高帝，严重咯！我扛的高帝啊！你爱冷静，你必须的沉重，nghiêm坚定啊！你来的国家哦，比个中央，迄个责任来寄托地上经。如果国家向中央，也你咱并肩是警啊坚强的。人生在世啊，义为重，愿意家乡当始终。你唔听劝告啊，只想死你意志薄弱，为难你啊！你为国牺牲是我欢喜，也若为我轻生啊，我自弃。管不管？牙官，将门拍开。爹娘硬叫我替他做，安尼小弟只有得要出手了，将门拍开，将门拍开。白五弟，你对我如此，我非常感激。如果你若是真是有心肝想要救我，等下我要被文斩的时阵，你就去召一众兄弟来劫我场。